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今天我们去苏州的开元菜馆吃饭。那个地方吃饭是一方面，关键吃完饭了还有评弹表演。最近也开放了，市场复苏了，赶紧去看一下。本来今天还要去接外婆一起去吃饭的，但是现在开放了，她倒有点不敢出去了。人都是这样，感觉年纪大的还是要再观望一阶段。到了开元菜馆。哎，来杯内哈。哦，食宿还是来一打点啊？对呀，灵官，那个饭店啊开至几号年数？来点新开。哦，上面倒是很大哎。我先看看食宿的然后了。哦，金子进，我们是210包厢第一张，好人上来着。这还是硬部分来的。什么这样的有点哈现在。还是开房子了哈。开房子虽然有点破，哎，特别是年纪大的，但是。这个手香爆锅灵得不得了。那个是这个清淡的鱼骨，下鱼手哦，舅舅还打个手帮菜米在那哈。特色菜沙拉花卷、狗栏肉、黑椒牛肉类。哇，这都知道，侪是猪肝。实在吃点补补的啊，吃得饱为饱，味道老高了。留下来年夜饭还一打吃着碗。午饭吃完，大堂里的评弹演出开始了。当我看到台下坐了这么多观众，眼睛有点泛红了，仿佛这3年只是一场梦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台上2位演员的年龄相加已经达到了165岁，他们都是国家1级演员。比王金荣大，我现在实际上王金荣为不是清宝，大干包花钱我吃的，大干包是哦，懒蛋包，懒蛋包，大干包是大刀下，为什么女上开始？我为什么好的应用。最后，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乘风破浪，越来越好，和这3年说再见了。